喺香港嘅頂級富豪圈入面，平時大家為咗爭塊地皮、爭個收購，分分鐘會鬥到你死我活。但係唯獨是有一個阿伯，無論對住邊個，佢永遠都係笑騎騎，人緣好到連特首同各大富豪都要俾足面佢。外界叫佢做同叔，表面上佢係一個中意打高爾夫球、中意同班富豪兄弟打鋤大啲嘅慈祥老人家，但喺波台同排谷嘅背後，佢其實係香港開埠以嚟眼光最準、落注最狠嘅超級大賭徒。由一個喺澳門金鋪負責賭探罐掃地嘅窮學徒，到一手建立起壟斷華人市場嘅周大福珠寶帝國，再殺入地產界創辦新世界發展。今日 D4 Culture 翻開呢份金光閃閃嘅檔案，第一章打雜學徒嘅999.9黃金革命。1940年，為咗逃避戰亂，得15歲嘅鄭裕彤由順德走難去到澳門，入咗一間叫周大福嘅金鋪做學徒。呢間金鋪嘅老闆叫做周志遠，即係同叔未來嘅外父。有啲人以為同叔係靠食軟飯，特登去金鋪打工，供老闆個女先發達。錯啦！翻查真實嘅歷史檔案，原來同叔同周志遠嘅女周翠英一早已經係指腹為婚，即係話佢哋未出世，雙方老豆已經夾定要做親家，兩個人亦都係1943年正式拉埋天窗。所以同叔當年入周大福，其實係未來女婿，落鋪頭由低做起學做生意。雖然身份特殊，但佢完全冇少爺脾氣，由洗廁所、倒痰罐做起。佢個人極度勤力，記性又好，好快就摸熟晒成個黃金市場嘅運作。不過真正令周大福成為千億珠寶帝國嘅，唔係佢外父留落嚟嘅家底，而係同叔接手之後發動嘅一場黃金革命。50年代嘅香港，市面上啲金色成色參差不齊，好多金鋪為咗賺多啲，都會溝啲雜質入去，純度得99%。但同叔做咗個破天荒嘅決定，佢首創推出999.9純金。當時所有行家都笑佢係傻仔，話咁樣做每賣1兩金就會蝕幾十蚊，實執笠啦。同叔頭幾年確實係蝕住做，但佢贏咗一樣金錢買唔到嘅嘢，絕對信任。只要見到周大福嘅招牌，客人都知道啲金係最純嘅，就係靠呢種寧願蝕底都要買客個心嘅沙膽策略。周大福徹底壟斷咗香港嘅黃金市場。第二章沙膽桶踩入地產界的瘋狂豪賭。做金佬賺大錢，同叔已經可以恩格過世，但佢之所以俾人叫沙膽桶，就係因為佢永遠唔會安於現狀。去到60年代尾，佢睇到香港人口爆發，佢知道黃金再值錢都唔及香港嘅磚頭值錢。1970年，同叔拉攏咗何善衡、郭德勝等幾個超級富豪夾份，正式成立新世界發展，踩入地產界。而令佢喺地產界一戰成名嘅係1971年嘅一場世紀收購。當時太古集團想放售尖沙咀海旁嘅藍煙通貨倉碼頭，即係而家星光大道 Victoria Dockside 嗰個領位。同叔睇中咗，但太古開出嘅價錢係天價1億3100萬港紙。喺70年代，呢個數目可以買起半個九龍，全香港嘅地產商都覺得太貴，縮晒沙。唯獨是同叔力排眾議，連眼都唔眨就拍板買落嚟。當時個個都話佢沙膽，甚至笑佢接火棒。結果呢，同叔將呢塊地皮發展成當年全東南亞最大型嘅商業綜合體新世界中心同麗晶酒店。呢個項目成為咗新世界集團未來幾十年最強大嘅印鈔機。同叔用實力證明，只要眼光夠遠，最貴嘅地就係最平嘅地。第三章鋤大 D 俱樂部，富豪圈的終極猛人。講到同叔嘅武器，除咗膽識，仲有佢無人能及嘅人脈。如果話李嘉誠係孤高嘅王者，大劉係兇狠嘅狼，咁同叔就係富豪圈入面嘅大老爺。佢最出名嘅就係佢牽頭搞嘅鋤 D 會。呢個唔係普通阿伯去公園捉棋嗰種會，而係一個掌握住香港甚至大中華區經濟命脈嘅超級富豪俱樂部。大劉、劉鑾雄、張松橋，甚至後來嘅內地首富許家印，全部都係鋤 D 會嘅核心成員。同叔對朋友極度疏爽，只要係佢認可嘅牌友，你有難佢一定會撐你。當年大劉喺股壇追擊遇上阻力，同叔出面撐佢。內地房地產巨頭恒大當年差啲資金斷裂，準備破產，許家印每星期飛嚟香港陪同叔打牌。最後同叔聯同一班鋤 D 會富豪，一炮過注資幾十億，幫恒大起死回生，順利上市。喺同叔嘅世界入面，幾十億、幾百億嘅大生意，往往就係喺一場街磚 D 大過葵扇三嘅牌局笑談之間一錘定音。2016年，同叔與世長辭，香港一個傳奇嘅沙膽時代亦都正式落幕。佢一生人嘅成功可以總結為3個字：誠、膽同埋義。佢唔單止留低咗一個商業帝國，仲留低咗一套充滿香港舊時代江湖情義嘅營商哲學。睇完呢份檔案，你覺得而家嘅商界仲有冇可能出到第二個沙膽桶呢？留言話俾我哋聽啦！
下一集香港富豪檔案，我哋將會探討另一位稱霸亞洲嘅神級大亨，佢一句說話就可以影響成個澳門嘅 GDP， 佢就係傳奇賭王何鴻燊。想知賭城風雲背後嘅血雨腥風，記得 subscribe 我哋 D4 Culture， 撳埋個鐘仔，我哋下集見。